国际原子能总署发布上新的声明，讲这乌克兰的车路比核电厂今年2月去互无人机攻击，这4号机组外口的房仔已经害甲真正力，是已经失去阻挡辐射的功能。车路比核电厂4号机组顶悬嵌的新安全微组体更固的结构，互拍破几个坑。国际能源总署 IAEA 表示，伊已经失去主要安全的功能，包括封闭的能力，也就是讲，上外口沿的钢棒已经无法度阻挡放射性物质漏射。国际能源总署认为，修复的工课目前是第一要紧的。不过，捌研究车路比灾后的英国环境专家吉姆史密斯甲 BBC 讲，唔免伤过惊吓，因为受到污染的影响，也是有厚厚的红毛土封起来。也就是上内底沿苏联伫咧1986年起作用来甲苏东时4月份爆炸放射性物质封起来的红毛土。2019年用钢棒弯弓形的结构，甲原底红毛土的结构规个搭起来，搁一届规个甲封起来，互放射性的影响永远袂漏射。上外口沿的钢棒今年2月份去互无人机攻击破几个坑，不过内底上界原始红毛土的结构也是原在。罗西亚乌克兰的冲突也未收煞，以美国带头的和谈还搁伫咧进行当中。不过，即马传出川普有可能会放弃，因为真侪乌克兰腐败好野人拢离开家园。根据英国卫报初7的报道，川普的大汉后生小动力伫咧一场中东会议当中表示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当伫咧延长战争，因为伊知影战争必然结束，佮选举伊就绝对无可能会选掉。伊形容泽伦斯基伫咧做派当中，会使讲互看作是神。伊认为乌克兰比罗西亚更加腐败。也若目前当伫咧进行的和谈，川普初7嘛讲出伊的感受。I have to say that I'm a little bit disappointed that President Zelensky hasn't yet read the proposal. Russia's fine with it.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找来甲美国的代表，也就是川普的特使维科夫，甲伊的囝婿库许纳通电话，讲美国了解乌克兰基本的立场，即个对话是有建设性的，不过嘛真无简单。公司新闻黄文亮编译。